毛巾抹身之外，有陣時我自己一個人入醫院嘅話，自己要搞掂自己嘅。你既可以去松本清買呢一隻獨立包裝介橋嘅濕紙巾，佢裏邊有清潔劑，你可以抹晒成個身之後，你就會覺得好爽。但係冬天嘅話，記住唔好揀冰涼薄荷味啊，因為抹完之後你成個身就會好涼。至於頭髮方面，你可以揀乾洗劑嘅噴霧，噴完去啲頭髮膏，你再用把梳梳下去。仲有另外一隻嘅就係洗髮帽，佢裏邊係連埋護髮素，係唔需要過水嘅。你將佢就好似浴帽咁樣介上個頭膏，將啲頭髮攝晒